王城里为伫咧安平古部落、安平古堡、德记洋行、安平树屋等国际级的景点，拢伫咧附近。每到周末假期，这边出的游客数量是非常的多，但这间活动中心确实破破烂烂，影响观感，而且安全性嘛不足。经过当地里长以及地方民代积极争取之下，终于得到内政部补助500万，市府自筹2968万，总工程经费3468万块顺利发包。经过地动国经过迄个所以这咱的所在已经他们讲是结构有问题，已经过6档啊。伫过去4档内，我已经去39间新的活动中心，内政补强100多间啊。但是这是应该是第40间这个活动中心来动土。咱希望会当来这个早日完工，互咱王城西咱的好朋友有一个新更好的活动中心来举办活动，来做研习也好，做跳舞唱歌活动拢非常好，而且非常感谢。市长杨伟提甲民政局长蒋玲煌除了感谢议会对着地方建设经费支持以外，也肯定安平区公所伫面临无价起以及人力底欠冲击之下，历经多次流标，最后也是完成任务。安平区长萧泰华则是表示，区公所积极努力，营造优质公共空间，提供市民舒适休闲环境，是上重要的目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